你睇下茶樓角落嗰張台，坐咗個阿伯面前，擺住一籠燒賣，碟頭豉油佢都唔敢點多滴，因為個女話過佢血壓高，想叫碟梅菜扣肉。諗起個仔上個禮拜先鬧完佢膽固醇超標，結果筷子伸出去，淨係夾咗條菜心。隔離台有人講笑，講得大聲少少，佢本能想跟住笑，但一摸住條腰骨，即刻收斂晒，驚扯親舊患。全間茶樓人聲鼎沸，唯獨佢靜英英坐喺度似個透明人，存在與否都無人察覺。你以為呢個係個別案例？我話你知，全香港每一間茶樓，每一個屋邨商場，每一條街，通街都係呢種活咗幾十年之後，忽然變成影子嘅老人家。香港統計處嘅數據講得好清楚，香港60歲以上嘅人口已經超過200萬，即係每3個人就有一個係老人家。但你去茶樓睇下，呢200萬人裏面有幾多個係真係活得有聲有色？有幾多個係好似我啱啱講嗰個阿伯咁，存在感仲低過台面嗰碟豉油？世界衛生組織有份報告，預測到2050年全球60歲以上人口會達到21億，21億個老人家，如果個個都活成呢種影子模式，你話呢個世界會變成點？會唔會變成一個巨型嘅沉默嘅等緊收工嘅養老院？佢哋有一個共同特徵，就係太聽話。後生嗰陣聽老豆老母話，結咗婚聽老婆老公話，老咗就聽仔女話。佢哋以為聽話係美德，係維繫家庭和睦嘅潤滑劑，點知聽聽下，將自己嘅存在感都聽走埋。我成日話，人生最可怕嘅事唔係死，係死之前已經唔似一個人咁活咗。如果你老咗活到連任性嘅權利都冇，連逞意食乜逞意笑幾大聲都要睇人面色，咁你活到100歲都係受罪，唔係長壽。你唔係長命100歲，你係受罪100年。呢個結論聽落好殘忍，但真相本身就係殘忍嘅。你越唔敢面對，晚年越會變成你人生最長最難捱嘅一段路。如果你而家內心隱隱作痛，覺得呢個阿伯好似就係你自己，或者係你將來嘅寫照，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我今日要講嘅嘢，可能係你未來20-30年能不能夠活得有尊嚴有滋味嘅唯一救生索。呢條頻道叫活得通透，我哋唔講廢話，唔煲心靈雞湯，淨係講真話。你如果唔想人生下半場變成一個淨係識得呼吸嘅擺設，就掹實牆，留心聽落去，最好順手訂閱埋，因為呢類會得罪好多人嘅真話，唔係度度有得聽。我成日俾人問，你70幾80歲人點解仲可以咁生猛，日日食好嘢，周圍去寫專欄，識新朋友，仲要玩埋社交平台？你唔攰嘅咩？你唔怕俾人話你老不正經嘅咩？甚至有人喺我社交平台留言，話我係老頑童老不收。我睇到之後笑咗出聲，我就話你知，秘密得一個字，就係唔聽話。我唔聽嗰啲想將我變成一個典型老人家嘅話。你話老人家要早瞓，我偏要睇完午夜場電影先返屋企。你話老人家要清淡飲食，我偏要食肥豬肉飲威士忌。你話老人家要安安分分，我偏要學新嘢玩 AI。我同後生仔女爭論邊間鋪頭嘅炒蛋最滑，呢啲嘢聽落離經叛道，但正正係呢種離經叛道令到我覺得自己仲係一個活生生嘅人，而唔係等待入土嘅軀殼。
點解我咁夠膽？因為我好清楚一個統計學上嘅事實。日本有項長達40年嘅追蹤研究，發現嗰啲活到100歲嘅人瑞，佢哋嘅共同特徵唔係飲食清淡，唔係做運動，而係性格固執，有自己一套，唔會人云亦云。換句話講，就係夠唔聽話。你睇下，科學數據都撐緊我。呢種固執同唔聽話，喺心理學上有個講法叫做內控型人格，即係相信自己係命運嘅主人，而唔係任由外界擺佈。呢種信念本身就係對抗衰老嘅最強武器。我哋先拆解一個最根本嘅問題：點解老實同聽話係晚年悲劇嘅開始？呢個社會對老人家有一個好陰濕嘅期待，就係你要做個乖老人。咩叫乖老人？即係唔好有意見，唔好有要求，唔好阻住地球轉。仔女話乜你就聽乜，醫生話乜你就做乜。社會覺得老人家應該點樣，你就跟住點樣。你做到晒呢啲標準，恭喜你，你攞到一張好老人嘅獎狀。但代價係乜？代價係你再無自己嘅人生，你變成咗仔女家庭嘅附屬品，變成咗醫療系統嘅乖學生，變成咗社會福利制度下嘅一個統計數字。你嘅存在價值由你自己嘅感受轉移咗去旁人對你嘅評價。呢個轉移嘅過程好陰濕，佢唔係一下子發生嘅，而係通過無數咁細微嘅生活細節，一點一滴咁侵蝕你。你開始擔心仔女嫌你煩，所以你收聲。你開始擔心俾人話你為老不尊，所以你謝絕一切享樂。你開始覺得自己年紀大就應該養老，所以你退出晒所有社交場合。你退，最終退到去一個角落，變成我一開頭講嗰個喺茶樓無人理會嘅影子。呢個過程唔係一日發生嘅，係慢慢蠶食嘅。首先犧牲嘅係你嘅口味，你明明曾意食濃味嘢，但因為健康理由你戒咗。跟住犧牲嘅係你嘅社交，因為唔想煩到人，你斷咗大部分朋友聯絡。再落去犧牲嘅係你嘅尊嚴，因為你覺得自己無貢獻，連俾意見都唔敢大聲。最後犧牲嘅係你嘅靈魂，你變成一個淨係識得點頭微笑、服從嘅軀殼。你話咁嘅長壽要嚟做乜？我成日話最好嘅人生就係盡量咁食食喝喝，喺煙火氣之中揾到治癒。呢句說話唔係淨係講緊飲食，而係講緊一種對生命嘅熱情同投入。當你連食乜都唔敢自己話事，你仲點樣去感受生命嘅美好？你仲點樣去話俾人知你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哈佛大學曾經做過一個好出名嘅研究，追蹤咗700幾個男人，由佢哋後生仔一路追蹤到晚年，歷時長達75年。研究發現，決定一個人晚年幸福與否嘅關鍵因素，唔係財富，唔係明星，更加唔係膽固醇指數，而係良好嘅人際關係，同埋一種被需要、被看見嘅感覺。你唔被看見，你就唔存在。你再健康，都只係一個健康嘅隱形人。你再深一層去諗你呢種犧牲感，你真係覺得會換到仔女嘅尊重同感激咩？我話俾你聽，唔單止唔會，仲會產生反效果。人性係好奇怪嘅，當一個人長期表現出一種我為你犧牲晒一切嘅姿態，接收嗰方唔會只有感激，佢仲會有好大嘅壓力，甚至係內疚。心理學家將呢種現象叫做情感債主模式。你不斷咁付出，
係喺度累積緊一筆情感債務，而你嘅仔女就係嗰個被逼欠債嘅人。你話俾我聽，你面對一個債主嘅時候，你係想擁抱佢，定係想掉頭走？而內疚呢種情緒積累得多，人嘅自然反應唔係更加親近你，而係想逃避你，因為佢一見到你就諗起你為佢犧牲咗幾多，佢欠你幾多，呢種感覺好唔舒服。所以好多仔女唔係唔孝順，而係唔知點樣面對一個活成一塊犧牲碑嘅老豆老母。佢哋寧願少啲見面，少啲通電話，咁就可以少啲面對過嗰種無形嘅道德壓力。呢個就解釋到點解你明明打咗10次電話叫佢返嚟食飯，佢次次都話忙。佢唔係唔愛你，佢係怕咗你嗰種無聲嘅指控。你越係表現得我乜都唔要，淨係為你哋好，佢哋就越想掉頭走。呢個唔係佢哋嘅錯，係人性嘅缺陷，但呢個缺陷係事實。你明明想用犧牲去綁住親情，結果係用犧牲將親情推開，呢個係唔係好諷刺？我成世人最唔寵意嘅就係苦行僧式嘅生活態度。我見過太多人一世勞碌捱生捱死，到老嘅時候本能可以享受下人生，但佢哋唔敢，佢哋覺得享受係罪過。佢哋將自己定位成一個付出者，付出到無嘢可以再付出嘅時候，佢哋連存在價值都質疑埋。佢哋開口埋口都係想當年我幾辛苦先養大你哋，而家你哋咁樣對我，呢啲說話一出，成個氣氛就僵晒。你以為你喺度提醒佢哋要感恩，實際上你係喺度情感勒索。一個只會辛苦，只會守規矩，完全冇晒自己生活趣味嘅老人，講真係好乏味嘅。你唔好怪仔女唔想同你傾偈，你首先要問下自己，你有冇啲有趣嘅嘢可以同人分享？你嘅人生仲有冇啲新鮮嘅事發生緊？如果你嘅話題永遠停留喺30年前，或者停留喺邊度痛邊度唔舒服，咁你真係好難怪人哋想避開。呢個唔係孝唔孝順嘅問題，呢個係人類天生趨樂避苦嘅本能。你係一個散發負能量同壓抑感嘅源頭，人哋自然會行開。你係一個散發歡樂同趣味嘅源頭，人哋自然會聚埋嚟。我有個朋友，佢老豆生前係咁樣嘅，佢同我講，每次去探老豆未去到門口，心情已經開始沉重，好似去朝聖咁。要準備好承受一輪情緒轟炸。你話咁樣嘅親子關係，邊個想維持？所以你一定要打破呢個宿命。打破嘅第一步就係學識我成日講嘅自私。呢個自私唔係叫你去做壞事，唔係叫你唔理屋企人死生，而係叫你將自己嘅生命放喺第一位。你要明白一個好殘酷但係好真實嘅道理，你唔係仔女嘅續集，仔女亦唔係你嘅續集。佢哋有佢哋嘅人生，你有你嘅人生啊！你可以愛佢哋，但唔需要為佢哋而活。你死慳死抵留錢俾仔女，你以為佢哋會感激我喺呢行幾十年見過太多爭產嘅鬧劇？你留低嘅每一分錢都有可能變成佢哋兄弟姊妹之間反目成仇嘅導火線。可能佢哋心底裏仲嫌你嘅生活習慣邋遢，嫌你嘅思維落後，嫌你嘅存在打亂佢哋嘅生活節奏。你將自己貶值到一個淨係識得存錢嘅機器，咁人哋自然只會喺需要錢嘅時候先諗起你。你要令到自己升值，升到一個佢哋會因為有你呢個咁有趣、咁精彩嘅
老豆老母而感到驕傲嘅地步。點樣升值？就係由唔聽話開始，由重奪自己生活嘅話事權開始。你要變成一種稀有資源，一種佢哋喺其他人身上揾唔到嘅智慧同趣味。到咗嗰日，唔係你打電話叫佢哋返嚟，而係佢哋排住隊約你食飯，因為同你傾偈好過睇10場 TED Talk 高質量嘅老去，係由唔聽話開始嘅。呢句說話你一定要記住，最好雙喜。佢掛喺牆上面。咩叫唔聽話？第一，唔好聽晒仔女話。仔女關心你嘅健康係好意，但好意唔代表可以管死你。佢哋叫你唔好食肥膩嘢，你係咪就一滴油都唔點？我話你知，心情愉快比咩都重要。你食住嗰碟肥豬肉，嗰種滿足感帶嚟嘅快樂荷爾蒙，分分鐘幫你降埋血壓。你同班老友摸下酒杯底，嗰種開懷大笑就係最好嘅心臟運動。當你身體仲可以情況，允許適度咁享受你寵意嘅嘢，呢個唔單止係快樂嘅來源，更加係一種向生命宣示主權嘅行為。你喺度話俾身體聽啊，我仲係你嘅主人。我唔係一部淨係識得跟住健康指引運作嘅機器。當然，我唔係叫你玩命，而係叫你喺合理範圍內將快樂嘅優先級提高。好多時壓抑慾望帶嚟嘅精神壓力，對身體嘅傷害仲大過嗰塊肥肉嗰杯酒。你長年累月壓抑，搞到情緒低落、無精打采，咁樣嘅長壽同植物有咩分別？我寧願做一棵會食東坡肉嘅老樹，都唔要做一個淨係識飲水嘅長青植物。第二，唔好盲目聽晒醫生話。醫生嘅責任係醫病，佢哋嘅思維模式係風險最小化。佢哋會俾你一大堆唔準呢樣唔準嗰樣。呢啲指引係基於統計學，係基於大多數人嘅情況，但生命係屬於你自己嘅，係獨一無二嘅。你係嗰個數字以外嘅個體，你要學識聽自己身體講嘢，多過聽教條。身體話俾你知，你今日好想食嗰啲甜嘢，食完你會覺得開心，咁食少少係咪世界末日？唔係嘛？醫生叫你日日食清蒸白晏，你食到懷疑人生，見到任何食物都冇胃口，咁樣嘅生活質素，醫好咗身體，但醫死咗靈魂，又有咩意義？我成日講享受快樂，遠比被絕對健康呢兩個字綁架嚟得重要。絕對健康係一個假象，係一個商業社會用嚟賣健康食品同保險嘅口號。人生在世，邊有絕對健康㗎？你睇下啲百歲人瑞，好多都有啲小嗜好，可能係食肥肉，可能係飲2杯，可能係日日打牌。關鍵唔係佢哋跟足咗健康指引，而係佢哋活得開心，有寄託，有樂趣㗎。樂趣先係最有效嘅長生不老藥。法國人有句說話講得好：人生苦短，先食甜品。呢種對待生命嘅優先次序，先係真正嘅智慧。第三，唔好聽社會規矩話，社會對老人家有好多隱形嘅框框，咩年紀就應該做咩事，咩年紀就應該着咩衫，咩年紀就唔應該再講愛情，唔應該再追求外表。呢啲通通都係廢話。我老咗更加要貪靚，我出街一定要着得整整齊齊，甚至要有型。我唔係着俾人睇，我係着俾自己開心。當你喺鏡入面見到一個精神奕奕、打扮得體嘅自己，你嗰日嘅心情都會唔同啲。你千祈唔好覺得老咗就隨便着嗰件爛 T 恤、踢對拖鞋出街，你咁樣係向外界宣告
我已經放棄咗自己。你放棄自己，人哋更加會放棄你。貪靚係一種生命力，係一種對自己仲有要求嘅表現。同樣道理，老咗更加要追求極致嘅享受。我唔係叫你大富大貴，而係叫你喺能力範圍內俾自己最好嘅嘢。你想飲杯茶就去買少少靚茶葉，唔好永遠飲嗰啲平價茶水。你想食碗雲吞麵，就去揾嗰間最正宗，用大地魚熬湯嘅老字號，唔好是但食一間連鎖店就算。你呢種對生活細節嘅講究同執着，就係將你同嗰啲淨係為咗生存嘅人區分開來嘅關鍵。你活得有要求，你就會散發出一種氣場，一種我嘅生命好珍貴，唔可以隨便對待嘅氣場。呢種氣場會令到身邊嘅人都尊重你，唔敢怠慢你。呢個就係叛逆帶來嘅尊嚴。你叛逆，你唔聽話，你打破晒世俗對老人家嘅想像，你唔會變成眾叛親離嘅孤獨老人。相反，你會變成一個好受歡迎嘅老人家。點解？因為你有趣。呢個世界最稀缺嘅資源唔係金錢，而係一個有趣嘅靈魂，一個有趣嘅老人家，簡直係鳳毛麟角，係寶藏。你有冇發覺？我身邊永遠都有一班後生仔女圍住，佢哋唔係嚟聽我說教，唔係嚟問我借錢，佢哋係嚟揾我玩，揾我傾偈，揾我一齊發掘新鮮事。因為我提供到一種佢哋喺同齡人甚至父母身上都揾唔到嘅特質，就係通透嘅趣味。我唔會因為自己年紀大就扮晒權威，我仲會同佢哋爭論邊間鋪頭嘅叉燒最好食，爭到面紅耳熱。我會去學佢哋玩緊嘅新科技，玩社交平台，甚至玩 AA， 仲要玩得鬼咁開心。我寫嘅專欄照樣毒舌，照樣百無禁忌。佢哋覺得你呢個阿伯好過癮，好潮，好夠膽。你成為咗佢哋生活圈子入面一個獨特嘅存在。佢哋唔單止唔會避開你，仲會主動約你，帶埋佢哋嘅朋友嚟識你。你嘅社交圈子唔係越嚟越窄，而係因為你嘅有趣變得越嚟越闊。孤獨感、腦退化。當你忙住去玩，去試新餐廳，去計劃下一次旅行，去學一樣新嘢嘅時候，呢啲負面嘢根本冇時間，亦都冇辦法黐埋你身。加州大學有份研究指出，經常學習新事物嘅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比一般人低四成。你與其慳錢買補腦藥，不如用啲錢去學一樣你完全唔識嘅新嘢。呢種魅力嘅核心在於你徹底摒棄咗做老人最忌諱嘅一樣嘢，就係想當年學老人家。好多老人家佢哋人生最輝煌嘅時刻停咗喺過去，於是佢哋不停咁重複又重複講佢哋後生嗰陣有幾威水，有幾捱，社會風氣有幾好，而家啲後生有幾唔掂。呢啲說話講一次兩次，人哋出於禮貌會聽下講多幾次，你就變成咗一個行緊嘅留聲機。人哋見到你就會條件反射咁想掉頭走，因為你嘅話題冇更新，你嘅人生停滯咗，你只係喺度消費緊過去，冇創造緊任何新嘅價值。我成日提醒自己，人老咗最緊要係學識收聲。呢個收聲唔係叫你完全唔講嘢，而係叫你收埋嗰啲想當年嘅衝動。你要明白，你嘅經驗喺你嗰個時代係黃金，但喺而家呢個瞬息萬變嘅時代，可能已經係廢鐵。你越係想用過去嘅經驗去指導佢哋，佢哋就越覺得你離地過時。
你要做嘅，唔係做人哋嘅導師，而係做人哋嘅老友。老友係平等嘅，係一齊探索新事物嘅，而唔係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嘅教導關係。你要去玩佢哋玩嘅嘢，甚至玩得比佢哋仲癲。當你嘅心態比佢哋仲要開放，當你對新事物嘅接受程度比佢哋仲要高，你就徹底扭轉咗衰老帶嚟嘅劣勢。你變成咗一個有幾十年人生智慧，但又有一個20歲心態嘅混合體。呢種混合體好打得㗎，係無敵嘅。後生仔喺你面前唔會覺得有代溝，反而會覺得好有安全感，因為你咩都明，咩都可以傾，仲唔會批評佢哋，你就咁樣奪回咗社交嘅主動權。你唔係俾人揀剩嗰個，你係大家爭住想親近嗰個。呢種社交磁力係任何退休金、任何長者債優惠都買唔到嘅。你要記住，你嘅人生閱歷係你最大嘅本錢，但你唔可以將呢個本錢變成一本沉重嘅教科書。你要將佢變成一本引人入勝嘅漫畫書，或者一套精彩絕倫嘅電影。人哋睇你應該係覺得過癮刺激有新發現，而唔係覺得沉悶說教了無新意。當你做到呢一點，你嘅年紀唔單止唔係負擔，反而成為咗你魅力嘅一部分。因為一個80歲嘅老人家，如果仲係充滿好奇心，仲係咁有型，仲係咁好玩，呢種反差感本身就係一種好強大嘅吸引力。後生仔會喺你身上見到，希望見到原來老咗可以唔係咁樣，原來人生下半場可以仲精彩過上半場。你就係一個活生生嘅榜樣，話俾所有人知，年齡只係一個數字，你嘅心態先係決定你幾多歲嘅真正標準。我有個90幾歲嘅朋友，佢到而家仲學緊拉丁舞，每個禮拜都去同啲後生女切磋。佢話俾我知，年齡只係一個同舞伴傾偈嘅開場白，從來唔係拒絕一支舞嘅理由。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你講就輕鬆，但我哋普羅大眾邊有你咁多資源，邊有你咁好彩？我話你知，呢個絕對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心態嘅問題。我見過好多有錢佬，老咗一樣係悶蛋，淨係識得數住自己仲有幾多身家，對世界再無任何好奇心，生活得枯燥乏味。身邊除咗想攞佢着數嘅人，就冇真正嘅朋友。呢啲人縱使家財萬貫，佢嘅晚年一樣係一片荒蕪。佢哋嘅富貴只係一座鍍金嘅監獄。相反，我亦都見過好多平民百姓，佢哋可能唔係好有錢，但佢哋識得玩，識得揾樂趣。佢哋會去街市同小販傾偈，傾到哈哈大笑，會用最平嘅價錢買到最新鮮嘅食材，返到屋企用個小電飯煲都煲出一煲全宇宙最好味嘅湯。佢哋會同幾個老友記去公園捉棋，捉到爭論不休。嗰種投入同熱情，分分鐘仲勁過啲後生仔打機。呢啲人佢哋嘅生活好豐盛，佢哋嘅笑容好真摯。所以關鍵從來都唔係你戶口有幾多個零，而係你仲有冇將自己嘅生活變得有趣嘅意欲。呢個意欲係任何人都可以擁有嘅，唔使錢買，偷唔走，搶唔到，只要你想，佢就會出現。咁究竟點樣呢先可以做個唔討厭嘅老頑童，奪回生活嘅主權呢？我有一啲心法可以同你分享。第一個心法就係要學識我嘅自私。呢個自私係一種極高明嘅自我保存。你要將自己嘅精神健康放喺第一位，
任何會令你長期感到委屈、辛苦、唔開心嘅事，除非真係生死攸關，否則你要學識拒絕。仔女想叫你搬去同佢哋住，但你心知肚明，大家生活習慣唔同，朝見口晚見面，實有摩擦。咁你就應該好堅定咁拒絕。你寧願自己住，或者去住一間好啲嘅老人公寓，有自己嘅空間，有自己嘅朋友圈子，咁仲會開心自在。你唔好心軟，覺得拒絕佢哋好似唔近人情。你要同佢哋解釋清楚，保持適當嘅距離，反而令到大家嘅關係更長久、更和諧。仔女叫你幫手湊孫，如果你真係覺得體力應付唔到，或者你想有自己嘅退休生活，你都應該坦白講出嚟。你唔係佢哋嘅免費勞工，你已經完成咗養育佢哋嘅責任。湊孫係佢哋自己嘅責任。你可以間中去玩下個孫，請個孫食粒糖，做個開心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但絕對唔應該將自己嘅晚年奉獻俾呢樣嘢，搞到自己筋疲力盡，仲要俾人嫌你湊得唔好。記住，一定辛苦嘅事絕對唔去做，呢個唔係偷懶，而係對你自己僅有一次嘅生命嘅尊重。呢個世界上無人會因為你犧牲得夠多而頒個獎俾你，你嘅犧牲最後只會變成教科書入面一個無人記得嘅腳注。第二個心法，錢係要嚟使嘅，興致係要嚟養嘅。我見過太多老人家死慳死抵，銀行戶口有幾百萬，但係唔捨得食，唔捨得着，唔捨得去玩。佢哋嘅人生目標就係望住啲數字增加，然後留俾下一代。呢個係好大嘅錯誤。你留俾仔女最好嘅遺產，唔係一堆佢哋可以自己賺嘅錢，而係一個佢哋永遠會懷念嘅精彩絕倫嘅你。你要將儲蓄嘅一部分撥出嚟做享樂基金，呢筆錢係用嚟取悅你自己嘅。你可以用佢去食一餐米芝蓮3星，感受下咩叫頂級嘅烹飪藝術嘅。你可以用佢去買一套你心儀已久嘅音響，聽住你最愛嘅古典音樂，聽到每個音符都立體晒出嚟。你可以用佢去一趟說走就走嘅旅行，去京都睇紅葉，去巴黎坐咖啡店，去西藏感受天地之廣闊。呢啲經歷，呢啲快樂，先係你真真正正擁有過嘅財富。錢放喺銀行唔使，佢只係一個數字，係一堆紙。只有當你用咗佢，將佢轉化為一種美好嘅體驗，一種愉悅嘅感受，佢先真正屬於你。同樣，你嘅興致一定要養。你後生嗰陣有冇啲咩夢想或者嗜好，因為生計而放低咗，而家係時候攞返出嚟啦。你想學畫畫，去報個班啦。你想學書法，我都可以同你交流下。你想學唱歌，去唱啦。使乜你好唔好聽？你自己開心就得。當你嘅生活俾呢啲有趣嘅事物填滿，你就無時間去空虛，去胡思亂想，去關注嗰啲無謂嘅家庭瑣事。你嘅世界無限擴大，你嘅精神面貌亦會煥然一新。你會發覺你使咗嘅錢最終變成咗你面上嘅笑容同埋眼中嘅光芒。呢啲嘢先係最保值嘅。第三個心法就係唔好試圖做聖人，你要做一個真人。好多長輩為咗維持一個大家長嘅形象，好從易喺仔女面前扮晒嘢，扮到自己咩都識，扮到自己永不犯錯，扮到自己無欲無求。你咁樣做只會令到自己好攰，亦令到仔女覺得你好假，好難親近。我從來唔扮嘢，我曾以食，我就大大方方咁食，
仲要寫出嚟同人分享。我從意睇靚女，我就大大方方咁睇，讚賞女性嘅美麗係一種高雅嘅情操。我遇到唔識嘅嘢，我會即刻問，哪怕對方係個10幾歲嘅細路仔，我都會虛心請教。我亦都會係犯錯，講錯嘢，做錯決定，但係錯咗咪認咯，有咩大不了？當你願意卸下嗰個沉重嘅面具，以一個真實有血有肉、有優點有缺點嘅面貌示人，你會發覺整個人都輕鬆晒。你嘅仔女亦都會鬆一口氣，因為佢哋終於唔使再面對一個高高在上、永遠正確但感覺冰冷嘅權威，而係多咗一個可以平等交流、可以互相挖苦、可以一齊嘻嘻哈哈嘅老友。呢種真實嘅關係先係最舒服最長久嘅。你唔怕俾人見到你嘅軟弱，因為你知道真正嘅強大係敢於展示自己嘅唔完美。當你敢同你個仔講，老豆，我呢幾日心情好差，可能係因為寂寞，你已經贏咗佢嘅心。第4個心法，你要學識與無常共舞。人到咗晚年，一定會面對好多失去，身邊嘅親人朋友會離開，自己嘅身體機能會衰退，呢啲都係無可避免嘅自然規律。你點樣面對呢啲失去，就決定咗你晚年嘅生命質量。如果你執着於永恆，想將所有嘢都揸實喺手裏，你一定會痛苦不堪，因為你對抗嘅係成個宇宙嘅定律。你要學識放手，學識接受改變，將每一次失去都睇成係生命流轉嘅一部分。老友走咗，你當然會傷心，但你可以懷念佢，記住同佢一齊經歷過美好時光，然後帶着呢份記憶繼續去認識新嘅朋友。身體唔同咗，行得慢咗，你可以欣賞到以前匆匆忙忙忽略咗嘅路邊小花。食唔到硬嘢，你可以發掘軟綿綿但一樣滋味無窮嘅美食。我成日話沮喪呢家嘢就好似傷風感冒，嚟就嚟，冇咩大不了。你俾佢發泄出嚟，流幾滴眼淚，然後抹乾佢，繼續去揾嘢食，去揾嘢玩。忙就忙吧，苦就苦吧，去享受佢。呢句說話包含咗我好核心嘅人生哲學。當你唔再去抗拒痛苦，而係將佢當成生命體驗嘅一部分去接納，甚至去欣賞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冇任何嘢可以真正擊倒你。你嘅心變成咗一片海，可以承受任何風浪，因為你知道風浪過後，海面一樣會回復平靜。呢種心理韌性就係你可以活得輕鬆，活得高貴嘅底氣。呢種底氣係你睇過千帆，嘗過百味之後先會有嘅淡定。你睇下而家市面上嗰啲教你點樣養生，點樣做個好爺爺好嫲嫲嘅書同講座，你就會發現一個好荒謬嘅現象。佢哋通通都喺度教你點樣為咗滿足旁人嘅期望，將自己變成一個更稱職嘅老人。稱職喎，你聽下呢個詞幾咁恐怖。你活咗成世人到頭嚟，仲要爭取一個稱職嘅考績表。你嘅人生唔係一份工，你無上司，無 KPI， 更加唔需要任何人幫你打年終評分。呢個社會最曾意做嘅嘢，就將唔同階段嘅人生標準化。細路仔要乖，要讀書好；成年人要結婚生仔有事業；老人家就要安分守己含飴弄孫。你只要偏離呢個軌道少少，就會有好多人走出嚟話你唔啱，話你為老不尊，話你自私。呢啲聲音好大，大到你好容易就會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做錯咗，係咪真係應該收斂下。
做返個正常嘅老人家。但係我要話你知，呢個世界最唔正常嘅嘢就係強迫所有人都活成同一個樣。你試下諗下，如果你哋一班老人家出嚟食飯，個個都係講緊同一套養生經，着住同一個風格嘅衫，對住仔女都係同一種模式嘅遷就同沉默，咁你哋之間仲有咩分別？你嘅獨特性喺邊度？你窮盡一生去符合一個大眾模板，換嚟嘅可能係一份所謂嘅安穩，但你失去嘅係你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最珍貴嘅稜角同光彩。我一直強調，做人最緊要係真。呢個真字包咗好多層意思，其中最重要嘅一層就係忠於自己嘅慾望同感受。你想食乜？你想去邊？你想同邊個一齊？你想點樣過你剩低嘅日子？呢啲通通都應該係由你個心去話事，而唔係由社會嘅規範、仔女嘅期望，或者係嗰啲所謂專家嘅建議去話事。你問下你自己，你有幾耐冇試過純粹因為寵意而去做一件事？唔係因為應該，唔係因為責任，唔係因為怕人哋話，就係好簡單、好純粹嘅寵意，所以就去做。如果你嘅答案係好耐好耐，甚至係從來都冇，咁你真係要好好咁反省下，你過去呢幾十年到底係為邊個而活？如果你嘅人生係一套戲，你係主角定係只係一個負責搬道具嘅茄喱啡？呢種為自己而活嘅決心係需要練習嘅。你可以由好小嘅事開始，例如你今日忽然好想食一碗好正宗嘅及第粥，唔好理個天係咪落緊雨，唔好理要搭幾多個站嘅車，你就攞把遮出去揾嗰間你心儀已久嘅老字號，坐低好好享受嗰碗熱辣辣綿滑到心坎裏嘅粥。喺呢個過程入面，你唔單止係食一碗粥，你係喺度同自己講，我嘅願望係值得被實現嘅，我值得擁有呢份快樂。又例如你想買件鮮色少少嘅衫，唔好理你個女話你着得太花俏，唔好理你老公話你幾十歲人仲扮青春，只要你着上身，覺得自己精神晒，開心咗你就買，你就着。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小叛逆，每一樣都係你向宇宙宣告，我仲喺度，我仲有我嘅喜好嘅有力宣言。你唔好睇小呢啲小事嘅力量，佢哋好似一磚一瓦咁，慢慢幫你重新築起你嘅自我認同同埋尊嚴。當你喺呢啲小事上面習慣咗聽自己話，你就會有勇氣去面對更大嘅決定，例如決定自己嘅居住安排、財政安排，甚至係晚年嘅醫療選擇。你要由一個被動嘅接受者變成一個主動嘅決策者，呢個轉變就係你由衰老走向高質量老去嘅真正開端。你唔係慢慢老去，你係慢慢咁成為一個更加完整、更加自由嘅人。喺呢個過程入面，有一樣嘢你係一定要克服嘅，就係嗰種對唔住旁人嘅內疚感。好多老人家，佢哋唔係唔想追求自己嘅快樂，而係佢哋一旦咁做，就會被一種巨大嘅內疚感淹沒，覺得自己自私，覺得自己唔顧仔女感受，覺得自己係為老不尊。呢種內疚感係千百年嚟華人社會嘅家族觀念，再加上父母對子女無條件犧牲呢種被過度美化嘅道德枷鎖，一齊硬綁喺你心靈上面嘅一條無形繩索，你要狠心咁斬斷佢。你唔係唔愛你嘅仔女，你只係用一種更加健康、更加平等嘅方式去愛。
你要明白，一個壓抑委屈、失去自我嘅父母，對仔女嚟講唔係一份祝福，而係一份沉重嘅心理負擔。我講過無數次，你要先做返你自己，再做邊個嘅父母。當你活得像一束光，咁精彩、咁自在，你唔需要刻意去討好或者控制任何人。你嘅仔女，你身邊嘅人，自然會被你呢種光芒吸引。佢哋會真心想親近你，了解你嘅世界，而唔係出於責任或者內疚去探望你。呢種關係先至係最有養分、最令人感到幸福嘅。你要記住你快樂，所以你身邊嘅人先會快樂。你唔係佢哋快樂嘅障礙，你係佢哋快樂嘅源泉。呢個思維嘅轉變會改寫你嘅成個晚年啊！咁點樣可以令自己變成嗰一束光呢？除咗心態上嘅調整，你需要為自己建立一個實實在在屬於你自己嘅精神世界。呢個世界係你嘅避風塘，亦係你嘅遊樂場。你喺裏面可以完全做自己，不受任何外界評價干擾。建造呢個世界嘅材料就係你嘅興趣同嗜好。我一直好反對一種講法，就係玩物喪志，尤其係對老人家嚟講，玩物唔單止唔會喪志，仲可以養志。當你將時間同心機投入去一樣你真正熱愛嘅事物上面，你會進入一種心流狀態，你會忘記時間嘅流逝，忘記身體嘅不適，忘記嗰啲煩擾你嘅人同事。呢個世界可能係書法，你喺筆墨之間感受到嗰種氣韻生動；可能係烹飪，你喺廚房嘅油煙之中創造出令家人朋友讚不絕口嘅美味；可能係攝影，你帶着相機穿街過巷，捕捉城市入面被忽略嘅詩意；可能係種花，你睇住一粒種子由發芽到開花結果，感受生命嘅神奇。無論係乜嘢，只要如果係你真心酬清意嘅，你就投放時間落去，甚至係金錢買好嘅工具，報名詩嘅班，去相關嘅地方朝聖。你越係投入你嘅世界，就越係豐盛，你嘅話題就越係有趣，你個人就越係有魅力。你會發覺你根本冇時間去自怨自艾，冇時間去理會旁人嘅閒言閒語，因為你實在太忙啦，忙住去探索、去享受、去成為一個更加有趣嘅自己。而且你千祈唔好低估自己學習新事物嘅能力。好多老人家成日話：我老啦，學唔嚟噶啦。呢句嘢係最大嘅謊言，係你用嚟說服自己保持現狀嘅藉口。神經科學嘅研究已經證實，大腦具有神經可塑性，就算係80歲、90歲，只要你肯學，大腦都會長出新嘅神經連結。我70幾歲先開始學用微博，同啲網友互動，不知幾過癮。我而家仲學埋點樣用 AI 幫手做資料搜集，效率高到嚇親啲後生仔。大腦呢樣嘢係用進廢退嘅，你唔用佢，佢就真係會退化得好快。你越係俾新嘅刺激佢，越係挑戰佢，佢就越會保持活躍。學一樣新嘅語言，玩一樣新嘅樂器，搞清楚咩叫區塊鏈，了解下咩係元宇宙呢啲嘢，唔單止可以防止腦退化，更重要嘅係佢幫你同呢個不斷進化嘅世界保持連接。當你可以同你個孫傾佢哋玩緊嘅新遊戲，當你可以同後生仔討論最新嘅科技趨勢，你同佢哋之間嘅代溝就會神奇咁消失。你唔再係一個嚟自舊時代嘅老古董，而係一個與時並進、充滿好奇心嘅探險家。呢種感覺會令你好上癮，
你會覺得自己越嚟越後生，因為你嘅精神世界同最前沿嘅潮流同步。記住我嘅說話，停止學習先係真正衰老嘅開始。各位辛苦咗一世嘅老友記，你睇到呢度，我知你個心可能已經好攰，你可能覺得你呢一生都係為咗人哋而活嘅，為咗父母，為咗另一半，為咗仔女，為咗個社會，你將最好嘅年華、最好嘅精力都奉獻咗出去，你已經對得起全世界。但係你有冇對得起你自己？你記唔記得上一次真心大笑係幾時？你記唔記得上一次純粹為咗自己高興而做一件事係咩事？如果你嘅答案係模糊嘅，或者根本諗唔起，咁就證明你欠咗自己太多太多。呢筆債你係時候要還。餘生好貴，真係好貴嘅，貴到你不能夠再用佢去換取旁人嘅認同，或者去符合一個同你無關嘅劇本。你嘅人生唔係一場用嚟取悅觀眾嘅表演，你嘅晚年更加唔係用嚟換取孝順嘅交易。請你由今日開始，由呢一分呢一秒開始，學識大膽啲唔聽話，大膽啲去食你誠意嘅嘢，大膽啲去着你誠意嘅衫，大膽啲去講你心底嗰句說話，大膽啲去追求嗰個你放低咗幾十年嘅夢。你嘅任性唔係自私，係你對生命最後亦係最華麗嘅致敬。你嘅叛逆唔係麻煩，係你喺呢個世界留低嘅獨一無二嘅簽名。請你先做返你自己，再做邊個嘅父母，邊個嘅老伴，邊個嘅親友。因為只有一個精彩嘅你，先至有能力去真正咁愛身邊嘅人。只有一個快樂嘅你，先至可以令到你嘅世界變得溫暖而明亮。如果你聽完我呢番話，覺得心入面有團火，覺得好似有把鎖咗好耐嘅鎖終於打開咗，覺得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咁去追求自由同快樂，咁我呢個阿伯今日就冇白講。我同我嘅團隊做呢個頻道活得通透，就係想將呢啲可能會得罪人，但絕對可以救人嘅真話話俾更多需要嘅人聽。我哋唔教人點樣長命百歲嘅，我哋教人點樣喺有限嘅生命入面活得比10000年更加精彩。如果你認同我哋，覺得我哋講嘅嘢啱聽，請你唔好吝嗇你嗰一下點擊，幫手訂閱呢個頻道，順手點個讚，再將呢條片轉發出去，特別係轉發俾你嗰位太過老實、太過委屈自己嘅老友記。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係將一個喺茶樓角落變成影子嘅老人家重新拉返出嚟，企喺陽光底下，做返一個大寫嘅人。我哋嘅目標係要揾齊10000個願意活得過癮、活得通透嘅同路人。你嘅訂閱就係我哋繼續講真話嘅最大動力。一齊嚟啦，同我哋一齊做個令人又愛又恨，但絕對畢生難忘嘅老頑童。我哋下集再見。